来乡亲啊，高雄市议会史上第一届有议员亚腊庆来质询。这位是布农族的议员高宗德，伊讲最近这几年来，有不少部落的居民因为亚腊庆来拍蜡，向医生发办。伊认为法规无够明确，嘛惊腊庆会防滥杀使用，要求警察局长甲原民会爱加强配套的措施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亚腊庆来质询是不是有透动呢？议长汤如成讲，这个民主议会议员有权利用各种的方式来问政。时间开始。议事厅的员警将乌色袋赶入议场，交予议员了后，旁听席的高雄大学政治法律系的同学说：“你们很不容易，正好可以看到这一幕。”一个拍开举出来是将近半人悬的腊庆，到底是什么情形？这把猎枪，我完全是我自己在做的，做个安全装置的动作，在这个里面，这把是合法猎枪。高雄市议会头一摆有人将腊庆当作质询的道具，大家拢真紧张。在民主议会中，议员有权利使用各种方式表达其问政的主张，必须不可以在枪里面装底火。确保布农族议员高宗德在这个是无枪支的腊庆，再去入去到议场，就是因为最近几年来有真侪件部落的族人拿腊庆拍蜡红衣裳，再加上制作过程中，因为没有专业，2000年一直到去年，我们原住民的同胞失去了生命，总共31位，有我的表舅。除了希望原住民会当家己管理腊庆，依照统计，目前全高雄的腊庆数总共444支，选区内桃园区就202支，嘛烦恼腊庆互人乌白用。新申请的就要从派出所到警政署来做列管，已经拥有的旧式的是可以继续使用。我在7岁。国小2年级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带我去狩猎。这是我们原住民为什么猎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。在1个月前，伊亚腊庆伫山区拍一只130公斤重的山猪，这摆炸腊庆入到议会内，都是想要替族人发声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